欢迎转到现场哦。今日吼后空比播本太家咧，喺客家天师天样烟吼，大礼拜六吼按晡头10点半吼，播出来咧就係新嘅戲劇哦。喊做乜嘅咧？是嘅，一個國中生歌曲哦吼。第度咧吼就係3位咧吼，係做一個指揮也隻角色啦吼，就係一開始做乜嘅吼，3位我會按點清。按陳靜有冇吼？唔好講法，唔過要懂好聽數人啊。唔講按你聽數人嘅個性吼，可能會開到嘅順風嘅人。做乜按樣講？會按你我，啲地度。其實我講其他嚟講，智慧兩隻角色哦，其實一隻對過去，用國語講，普通話講，對過去絕口不提，然後對未來沒有任何希望跟寄望的一個角色，所以按你當有嗎？有。而邊我有看，做乜講係開動人哦，我係唔懂，唔講係唔懂好做，唔懂好係聽數人懵錯，唔講你有老來嘅3劍客，又還有小燕安尼，係啊。佢係咩有原因的啊？一開始你看嘅體習嘅時節啦，禮拜六下晝1點嘅做大家做嚟看一下哈，看一下體習。第二度你就看到一開始就會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，大家的。大家咧講，漢版人做乜嘅？有個做企業家，有個想做乜嘅做乜？唔過智慧嚟講，愛之年愛天數，是有天數嘅。還有到學校嘅時節啦，其他就會俾人欺負嘅呢。做乜俾人欺負？因為其他就會外勞之子。大家都很嘅啊，印尼妹啊，有沒有？然後是越南灰啊，或者是越南媽該，大家喺人哋黑門，你啊。這種狀況，你係都學校地度，一聽有，可能就會太家地度嘅霸凌啦，係冇？就係有語言上嘅霸凌、肢體嘅霸凌。係啊，嗰種講不按你當一本人那種欺負，你講算嚟欺負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，更激勵其他的。我好，你要團結起來，共同來抵抗呢啲嘢。其他都欺負你唔怕，你來天數人啊。古時候智慧技術上講唔怕啊，給人就天數其他人啊，人就做嚟撞到擦擦機，叫佢欺負，叫到散夫百多人嚟亂七八糟嘅，然後射槍來就好嘅。你啊就會下嗰種嚟講，佢反映下社會就會下冇安寧人。真勁嗬！睇嗰陣時講。安尼印度印象，唔係講全部冇，安尼印度印象，睇下估起價就落印差咧。嗰時候啲地度，我看到也指揮也隻角色嘅時間，我真嘅咩知道嗬，也很容易有安尼人咯。因為啲地度嗬，我知道曉燕也隻角色嗬，係較符合一下人可能，因為曉燕啲地度妹家底下講，為什麼我們要幫他？係你就是佢係阿窮咩嗬，佢係發案法有冇？佢係追案法，然後就說了很多不好聽的話嘛。唔過啲地度小燕其實是很挺智慧的，係冇啲地度，你都在講他。唔好你講好嗎？講嘛，該幾句好咩？同學愛係冇啲地度。沒有啦，有那個時候小燕這個角色是把她設定為是稍微愛慕她的，沒錯，因為小燕她本身就是一個欣賞她的正義、欣賞智慧的正義感、她的熱心，而且她在這3個男生裡面，有時候是像妹妹，有時候像他們的姐姐。對，姐姐的那一面是，就是有時候會覺得很替她抱不平，她被欺負了，然後我去幫她回一句話，我看不下去。但是有時候像妹妹的是，她去哪裡啊，我就跟着去，她說發生什麼事啊，我就關心她，你要找媽媽什麼，對，就是跟着去。對，所以其實多多少少是，好吧，你說我愛慕他嘛，有一點點啦。在劇情啊。唔過啲地度家睇時間影片西撒吼，就除咗3劍客，還有曉燕西撒人吼，其實啲劇中強下嘅時間，人家就周青就係講合法係冇，啲戲劇地度嘅時間咩？係講合法嘅部分。客人強下，就講合法咩？就親子演，就親子演啊，就係啊，就是其實自然語言啊，懂言就會問啊，像係。大概Facebook 一下送伊，大概就踢一句就問講，你講合法冇？有人糖冇咩？我就講自然語言，啊叫問，乜解很多自然語言？自然記下冇？係咩？然後我講自然語言就係我讀到講河洛話嘅人，我就講河洛話；我讀到講普通話嘅人，我就講華語。有冇？我讀到漢語的時間，比如說在角色裡，就親自演。我哋的同胞全部雖然是新移民，唔過人冇漢語，爸爸係漢語，人就會講合法。阿昌點會都有嘅東橋，
夹朋友夹朋友，迄爽快的嘢，其实冇讲合法。我讲法比堂的时间，就讲法语不一堂，我就每老会讲合法，因为唔像啊。你真见动奇怪，嘿啊！你老去讲合法，佢系英语的法，哎呦，系啊，一看咩太不合理了。工作，客家天师头列拜哈，其实这个戏在语言上的执行很难。真紧。我们不是只是看那剧本啊，就老给做出来，然后想讲，我印度人讲马来法，QI 时间，嘿，有合理冇？跟大家可能时间唔会上很多，不过人家就讲。係啊，我真見到雙向人講合法，佢做啲 N 嘅時間，你千奇怪嗬，你有可能。係啊，既然做嘛，加威人嚟講法語啊，你就講合法就好啦。唔過啲地度呀，小燕嗬，喺可能喺地度聽說愛講合法係一聽嘅啦，嗬，一開始可能有動向喺三味啊，某一發就成上啊，嗬，佢兩三本上就喺行人咩，嗰時候佢就會講合法。唔過像啊，還有音宣啊，嗬，音宣啊，佢兩三就唔喺行人嘅時間，係唔係合法？就是客家话，你还会学印尼话，也喺亲家口地州呀，客家戏剧的时间吼，会本人问到就很常会问你讲说，像你这次有印尼语，又有客家话，因为种人家就会汉语的吼，家好本人问到，你讲说，我觉得你们的客家话吼，其实就是跟别的语言一样，我说有一样吗？怎么可能？就是跟德文啊，我听到德文跟客家话是一样，就听不懂。其實冇共用吼，你知道你學嘅時間印尼文，你入嚟喺印尼啦，合法會共下紅咩？你知道嘞？有難易吧？很不一樣是。我一開始覺得客語很難，因為不習慣它的那個腔調，而且聽說客語有9個音節，9腔，對，9個腔，所以一開始抓不到它的那個腔調的使用，還有咬字上這樣，是比較不習慣，但是覺得又很興奮，因為其實我又很喜歡學語言，對，所以我覺得客語這個東西就是畢竟是我們4大族群之一的一個語言，就覺得好也沒什麼難的，反正講共我們會就這麼好嘛，就覺得啊，那我就努力學把它講順就好了這樣子，然後我在跟他對戲的時候又覺得啊，他就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客語演員，所以客語這個東西我就是很努力一直聽，對。講啱出差吼，係啊，用人家嘛，你寫冇係出差按後按冇講法，係真勁。唔過係假呢咧，印尼話咧，對，印尼又加入了。印尼話就比較頭疼的是，可能中文的一個字，它要發3、4個音節。對對，就是比如說英文什麼 again，它可能就是什麼啦嘎什麼之類，就會變很長。對，所以就是我在背那個台詞的時候，我必須把它想象很像西班牙文，因為其實很像。他們說西班牙文跟那個印尼語是很像的，所以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歐語系的語言在裡面背這樣子，還有一些比較需要打舌的字，對，就是把它講順這樣過去。可是比起來，我覺得印尼話比較難啦，因為沒辦法去想它的文法構造，對，因為喺客家話清少嘅文法係算係順嘅啦，然後反而係強用安尼嘅。不過聽講吼，三味吼，味道也出戲劇吼，啲毛也小燕啊，批詞後誒，吼戲外嘅時間，批詞看到你嘅時間動強呢。佢動強啊，做乜動強啊？因為佢好相處嘅人強啊咯。係啊，耍大牌。係那有講，然後係講清楚咯。沒有，我跟你講，我今天一定要澄清，我一開始好怕他，因為第一天在跟導演見面的時候，然後他就這樣，他就坐這樣。你演過什麼戲？什麼學校畢業的？哦，你叫什麼？我哪有做這樣？你最好再 over 一點。做錯了，等一下，你要先從前面講。哦，我好緊張，我就想要。你跟用時就底下周一。因為我就這樣，沒有啊，我就是這樣晃來晃去，晃來晃去很輕。因為那天是去定妝，對，去定妝，然後也是我突然先要變演智慧。對。前面我一開始真給沒，不裝，就走啊，因為導演說。他要演配詞，那我本來想說像演配詞，廣愛蠻該試的，因為他跟本來要演的那個續珠沒有什麼交集，對啊，沒有什麼交集，那我就想說，跟你沒有什麼關係，對，我說沒有太好，然後但是要我們多聊，還有那個 C 時節的智慧。好啦，你先講，我先講佢啊，我先講你嘅智慧，張神奇的，佢第一擺看到我，佢咁講，他怎麼樣，你知道嗎？你戲演得不錯，你還講嘛你？小智慧啊，小智慧佬，小智慧佬總三味講。你戲演得不錯，來唱下這個黑豆，黑豆還。你該講嘛？安子誰哦？對啊，我嚇到啊！我想說，謝謝你，然後謝謝你，因為唔係講嘛，佢迄第一擺做戲哦，唔是做過戲哦。
唔会人吗？古总来就心情麻烦来就讲你是客家人，你会说客家话吗？你现在拿剧本来念给我听。然后他们几个，你记不记得？对啊。3个小孩在那边开始念剧本，我说你们一点情绪都没有。哦，你们看到啊，哦。大叔叔，你有没有按那种？叔叔好没大哥哥，不会讲话嘛？对，他就应该是 Happy 哥哥，要很亲切，就不然就当场第一天见面。Happy 阿伯，你有没有按那个？你讲啦，Happy 阿公好的啦。哎呀，这个 fine 哦。NID 啊，唔係，安琪啊，阿婆啊，那個因為人的行業，and 唔會講合法，你會希望啊，其他的 and 強下咩搶技啊，睇下落嘅時間，你會希望。客家人聽咗做得講好，盡量攞佢講較好啲嘅。雖然係咩冇講到，盡量較順一些嘞啦。我嚟講真嘅，客家電視台嘅觀眾朋友在乎，懂在乎。以前係主持客家馬嘅時間，然後向麗文主持。從誒就有人打電話來啊，講呀向麗文呐，客家講較髒啲誒，有冇？唔講係講嘅是，其他啲人都很有誠意。係。其實會鼓勵啦，唔係客人來講客話，and 都會鼓勵咩？我叫佢以後啊，你真件唔會講人爭咗嚟講，嘅上去好嘅人冇機會嚟講，以後啊，你係真嘅，雖然其他就講嘅洞察，咩唔會洞察，親細有洞孫就好嘅啦，因為因為講法因為做戲親難呢，冇按鍵係啊係啊係冇，你在做戲嘅時候，你喺做戲嘅時候你還要想，唔講係嘛，梗係盲糖度，還好，你在怕他什麼？哦，沒有啦，我就覺得。怕就怕什麼？有一點驕傲，有點大牌的。第一沒有，我真的不是，因為我也是講說，好，所以我要幫你澄清。不是跟陌生人有沒有第一次見面，然後想說，當你說要跟他聊天，我就想說，到底要聊什麼？唔講唔咩喺做過主持人嘅人呢，你有冇知道我聊嘛？我搭咗一句嘛，跟人講出來，有冇按酷喏哈？就忙準批後啊，有啊準批。你咧講這幕喺面前，一定係不能凶，唔係周智慧啊！突然間叫我要用智慧來撈佢聊天打做一個玩笑。佢用自己件就可以是喺做一個自肥嘅角色嚟。是忙啊，係忙，啊，你就解釋一下你。因為就唔第二講嘛嘅咩，而且按懂你，可以我們私底下出去就較好啦。按懂你然後講嘛，按像我假天發又做唔得打。哪有時代還沒黑，你不是也講說他們私底下的時候，其實一下戲他馬上自己就躲進去。對，因為他太入戲了，他就一直在一個鬱悶的角色。沒有，可是你講他後堂一系列就會入戲。沒有，我要跟你，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。我開拍的第一天的時候，我就感冒了，然後我的喉嚨聲音的那個就越來越差，越來越微弱。結果我就好擔心，想說啊，這樣會不會影響跟他對戲？完了，我害到他了，我怕他對我更不高興，這樣。你就黑到他更不高興，所以你意思就是覺得一開始就覺得這張偉一定懂，一定很討厭我這樣嘛，然後耍老闆什麼東西？沒有，但是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來梳化的時候，他很親切跟我打招呼，哎，你喉嚨有沒有好一點？他就帶，沒有，他真的帶了一包那個泰國的蜈蚣丸給我治喉嚨的。台灣你有嘅拿泰。那是因為我一天到晚出外景，然後剛從這個曼谷回來，人家說這個泰國的蜈蚣丸很有效。你有試過嗎？我有啊。他很貼心哎。然後我就拿給他，你以為我拿毒藥害他？這就是反映我們現在劇裡面，不要挑會讓你天數，也不會讓你天數。那不應講哎。你嘛個喐嘅，也嘛個要開視藝嘛。請問嗱，你親口望言乜讓人聽數？你本體來講係不基本上有問題。你至少有吃嗎？你最後有吃嗎？有啊。有看後嗎？有。其實當天最後一場拍的時候，我聲音又開始有點出來。那是因為你自己多喝水啦。就是。但係真的很嚴重，很辛苦。真的是就完全失聲，所以就那時候很擔心會影響到他的演出。但是沒想到他那麼貼心的帶了藥給我。對，後來他被我傳。後來我被傳。黑洞後來他感冒。因為他真的很嚴重。然後可能是他壓力也大，他啦，你低度自肥笨蛋就冇乜辦法嘅咩？但我樂於助人啊，你看。用冇乜辦法啊，用紅豆啊肚後咩？唔係啦，真係都低度冇辦法。唔講吼，亦根本你吼，小叫本大家也戲劇吼，可能大家談到命嘅時節吼，會知道要哦。按嚴肅吼，按不露吼，按沉吼，其實啲度吼，還有動道嘅故事咧，動有嘅素材吼，係大家做得去探究嘅啦吼。根本呢咧吼，咩動感車吼，就係彼此咧都獻從吼，然後大家分享嘅案度哦。等下咧還有另外咧吼，係還有另外咧3劍客啲度嘅人吼，然後大家向下來分享哦，也下大家先來睇看一下。